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3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来头先就来报您知。在今日国内阁增加26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咯，有25个是对境外入来的。另外，警察的联检系统已经串联个人的旅游史啊。环保署有员工出国旅游，回来说发病，也害着4个同事爱隔离，甚至有入院听环保署长报告讲，惊甲讲要提早结束会期。美国有8个州施行限制，大约有1/3的民众受到自由限制，因为纾困经费却因为党派问题卡伫参议院。今仔日伫国内阁增加26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咯，其中有25个是对境外入来的，一个是本土案例。为着要防止讲爱在家检疫民众拍走，警察局的联检系统内面已经有民众的旅游史资料咯。对今仔日开始，警察局会去到特定场所联检，违纪者会放罚金等。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阁增加26例，其中25例境外加1个本土，全台已经有195人确诊。新增加本土病例是35岁女性，伊是甲确诊的中研院德国籍研究人员大做伙，也是中研院群组感染的第5名确诊个案。机构内原来的这些老师跟学生里面的一位的女朋友，所以这个案例的脉络也算是比较清楚。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境外移入个案其中有5件群组，170例甲189例，2人是翁某。3月中到西班牙旅游，回国了后发病采检确诊，171例、174例，2人是同事。1月到2月期间到荷兰工作，175例甲178例是因厝内底人夜斗阵去，4人伫3月20转来入境时由机场拿查通报确诊，172例、173例是一对翁某。去年12月底到法国工作。甲读册，转来入境采检确诊，177例甲119例，2人是同事。3月中去美国工作，2人前后确诊，195例伫3月初，甲137例甲145例斗阵去美国旅游，转来了后发病确诊。其中年岁上细汉的确诊个案要不到5岁。其中的一位的小孩大概只有4岁多，不到5岁。那因为他们整个一起工作，一起在那边住在一起，所以这等于是这4个，也就是比较多。大家拢真烦恼，海外转来居家检疫的人会拍走。指挥中心表示，警察局的联检系统已经甲旅游史资料交做伙，联检时只要数字身份证字号或者是护照号码就知影是毋是居家检疫的人，而且各县市夜店门口要警察做身份查验。今天开始，我们各县市大概会采取的方式是在夜店的门口会有2位的员警，在对于进入者呢去执行这个身份的查验那如果是这个非属居家检疫者，才会让他进去。指挥中心尾仔也到各县市进行防疫视讯会议，由指挥官陈市长主持，除了了解各县市防疫，比如如何落实居家检疫，防疫车队如何协助居家检疫人看医生甲转去，也各县市设定防疫旅馆这议题，希望有更较侪共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环保署有一个基层员工，3月初去到埃及旅游，昨夜验到讲又去治疗武汉肺炎，也因为这个员工有回到台湾了后有去上班，也去影响到4位同事必须爱在家隔离。无管敢是环保署员工，只要进入一楼，拢总爱量体温，4月也拢有酒精大洗手，要求进入的人爱消毒、体温规格。因为就伫1楼大厅后壁秘书处，有一名基层员工确诊武汉肺炎，再去环保署长张子敬伫立法院为权委员会证实这件代志，表示这名员工13回国了后，加登工就告诉来上班。13号礼拜五确实有进办公室上班1天，比较接近的有4位同仁，我们就请他这个居家或是隔离来办公。环保署强调，这名员工因为伫1楼上班，并无坐电梯接触更较侪人，甲伊有接触的同事也拢伫确诊进前都已经先伫厝也是隔离上班。也毋过，立委认为风险的关键毋是环保署讲得算，是请来进行出案疫调的防疫师说明。他在工作当天，他并不是发病的状态，所以评估起来，他的职场同事跟他的接触，并不是所谓的密切接触者。目前觉得就是该职场，第一个是他的风险很低。防疫署表示，事后环保署所做的防疫措施甲环境消毒拢算适当，这名员工也无甲民众有直接接触，也毋过伫请长假进前，并无交代要出国旅游，也引起管理质疑。
大家出国的时候，埃及并没有任何旅游警示，所以它是没有被限制的。好，所以到底这个整个相关的责任，我们会这个事情告一段落，我们会查清楚，做适当的处理。环保署伫知影员工确诊了后，并无第一时间说明，而是隔顿到立法院专案报告前才宣布，引起立委批评处理优先顺序应该检讨，要立法烦恼会提悬感染的风险，提出散会动机。最后经过讨论，决定会议照常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也发生头一个伫中照机构的护理师去验到武汉肺炎的病例，是安怎受到感染的？到当时也是查无。除了甲机构规个消毒以外，带店遐的人也拢分开隔离。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到4月底以前，有带人的中照机构拢禁止访客。另外，台南甲高雄的中照机构对20时开始也禁止亲戚朋友去拜访。穿防护衫的工作人员，礼拜下晡搁去长照机构内底加强消毒，而且对面床到家具一个啊一个喷。桃园一间长照机构出现护理人员确诊武汉肺炎，内底大个人甲工作人员拢总81个人采检了后拢是阴性，分别送去3个所在安置隔离。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桃园大小型的长照机构伫咧4月底进前拢袂使探视。住宿型的长照机构，包括护理之家、养护中心。那么在4月底前一律不准探视，那么改用这个视讯或电话。那第二呢，针对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我们请社会局以及卫生局要督导做这个TOCC 的这个调查，那减少从外面感染进来的风险。其实新北市甲台中市伫咧20就宣布，病院甲养护机构、护理之家甲长照中心伫咧这段期间拢袂当探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毋庸置疑，尤其双北的医疗资源可以互补，防疫旅馆可以互补，甚至包括很多志工也可以互补。侯友宜表示，除非是特殊性探病，限制时间30分钟以内。伫咧疫情的高峰期，老大人甲免疫力较低患者，更加爱较注意。护理之家等等长照机构的防疫措施，拢爱搁较严格来执行。台南市嘛提出禁令，为23到4月底为止，家属敢若会当用视讯探视。我们院内的话，也会主动的收集一些院民在院内的一些影像，主动回传给家属，让家属能够放心了解。高雄市嘛对20时开始暂停探视，嘛管制住咧内底的人出门或者是去外口住宿的情形。台北市是限制1礼拜探视1届，以户外空间为原则，而且用徛名字注文。也若6都以外的县市，包括宜兰、苗栗、彰化、南投、嘉义等等的县市，同款嘛是暂停亲戚朋友入来探视。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公告，若准在家检疫、在家隔离的民众，会当申请1日1000块的补偿。不过，这是爱无违反规定的人才会当申请的。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台北市的负压病房已经使用到7成咯。若准是疫情愈来愈严重，恐惊病房的数量会无够。目前，国内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民众，还佫有相关的照顾者，卫福部公告23开放线顶申请防疫补偿，大家会当得到1000块的补偿。毋过申请有条件，必须无违反隔离检疫的相关规定，隔离的期间嘛无领薪水，也是相关补助才会当领。若是民众非必要去3级警告国家，回来了后嘛袂当来领防疫补偿。要件是说要证明说这个人没有领到薪水啊。那你要证明说他没有领到薪水，那他说他没有领到薪水，那我们到底要发还是不发？我们必须要拿出更具体的证据啊。针对防疫补偿，黄珊珊表示，台北市政府相关单位伫咧小连续收件会来审查，敢是有符合资格。另外，22新增加案例当中，头一届出现安养机构的护理师确诊，台北市当地建议养护机构加强探视的规定，限制1礼拜1届采医药实名制，尽量伫咧户外，也是鼓励用实施。若是礼拜日暗时，新北市有居家检疫者走去夜店去互处罚新台票100万。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新北市居家检疫的人数已经有10546人，是全国居家检疫的1/3，呼吁居家检疫的人唔通乌白出外。新北市嘛用所有资源来预防大规模的社区感染。当医疗体系崩溃的时候，你得了病，你想救都没机会。现在发生这样零星的社区感染，小规模的社区感染，我们的负压隔离病床就占了7成。如果一个大规模的社区感染来的时候，剩下3成足以抗了吗？
面对环保署确诊病例，侯友宜表示，新保市若是有同仁确诊，一定会公开透明向外界来报告，而且会用同理心甲包容的心来看待确诊个案。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美国疫情。在美国有8州正在施行禁止出外命令，大约有1/3的美国人会受到限制。另外，美国总统 Trump 所领导的政府所提出的2条美金经济纾困法案，却因为党派关系卡在参议院。另外，纽约州长也因为物资的问题，甲联邦政府起了冲突。纽约州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拄3礼拜前的一例演变到16000多例，占全球总数的5%，是这场迎被全球大流行的主要疫区之一。纽约市长毕书豪日甲新冠病毒形容做是大萧条以来上严重的国内危机，呼吁联邦政府和军队，特别是医疗部队，随全部投入已经超崩的医疗体系。州长古莫迄天嘛伫咧疫情的记者会面顶，爱联邦政府甲责任担起来，好好执行各项生产法，稳定医疗物资的介绍甲数量。Le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o it so that the private company doesn't wind up marketing with all these states that are competing. Think about it. We paid 85 cents for a mask. We're now paying $7 for the same mask. Why? Because California will pay $6, and Illinois will pay $6.50, and Florida will pay $6.75. I'm just making up those numbers, but that's not the way it should be. 俄亥俄州、路易斯安那州甲德拉瓦州，对其他5州的卡布下令居民非必要性唔通出外。全美国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总人数要到1.1万人。政府官员搁一再强调讲，爱民众甲人保持离6英尺才安全。毋过也搁有人无法度改变春季出游的习惯。加州的海沙堡、登山步道，搁有公园，这礼拜拜六、礼拜日也是出现真侪人。Those young people that are still out there on the beaches, thinking this is a party, time to grow up. Time to wake up. 川普伫咧白宫记者会宣布批准4架海军医疗船去加州，其中停伫咧圣地亚哥有1000张床位的人资号医疗舰。一礼拜以来，第一档伫洛杉矶的港口准备好势出发，而且阁有派国民兵去纽约、加州、华盛顿3个疫情上严重的所在斗相共，联邦卖伫这3个州来设紧急医疗站。另外一方面，总计约2条美金的紧急经济纾困法案，伫咧参议院进行表决，敢若得到47票的支持，无通过关。民主党镇也认为法案的内容伤过集中，伫咧帮助大企业，无替劳工提供充足的保障。毋过参议院少数党的领袖舒默强调讲，伊相信两党意见无共的所在，会当伫24小时以内克服。Our goal is to get relief to American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so that families can get by and small businesses can keep workers on the payroll. This will help our economy, and you will see our economy skyrocket once this is over. 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的疫情伫今仔日阁增加39例，目前已经有357例。因的特首林郑月娥在今仔日宣布讲，对自5开始，海外居民拢不准入境，其他入境者拢要隔离14天。种种的限制实行到底，若准是无效，林郑月娥也讲，就要来修法加强力头。为着因应香港的疫情，林郑月娥23下晡召开记者会，宣布4大措施，包括25饭店开始封禁14天，所有海外人士袂使入境。第二，其他经过中国、澳门、台湾入境的人士，14天以内若捌去过其他海外地区，也袂使入境。香港机场停止转机的服务，所有毋是香港的居民入境者，拢要强制隔离14天。呢一場係一場持久戰，係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努力。我哋係有信心嘅。為着要防堵疫情，林鄭月宣布，所有為英國、美國、歐洲入境的人，一律攏要接受病毒的檢驗。香港23增加39例確診，其中30例捌去到外地，毛病的感染源和蘭桂坊的酒吧人潮真做伙有關係。因此，港府宣布限酒令，要修法禁止酒吧和商店賣酒，要呼籲餐廳暫停營業，也是該做外送。全港大約有8600家嘅食肆、酒吧或者一啲會社係領有酒牌嘅，我哋將會透過修訂法律，暫時禁止呢啲領有酒牌嘅食肆、酒吧同埋會社
停止售賣同埋供應酒類飲品。林地強調，對違反檢疫者會發出通緝，強烈來一決。在咧港府宣布封禁進前，香港嘅政界就不斷呼籲愛封禁。港大感染甲傳染病中心總監何必良冇發聲，若是無隨來實施戒嚴級別嘅措施，香港會變作後一個武漢。佢唔希望疫情係再爆發，所以今日我哋其中一個最大嘅主題咧，就係一定要係全面封關。為咗避免社區爆發，為咗減低社區爆發嘅風險咧，我哋認為政府咧係應該要求所有係入境人士咧係必須進行強制嘅病毒測試。面對外界質疑，港府想辦宣布封禁，不過林鄭強調時間唔是問題，防疫嘅成效才是重點。記者由現場隨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頭一屆表示講，若進步反肺炎的疫情無度控制，可能會將奧運延期。雖然國際奧會喺1個月後會做出決定，不過加拿大也講，因無要派選手參加。另外，台灣的部分是閣愛看情勢才來決定。新冠病毒在全世界大流行，国际奥会原本也是坚持要举办东京奥运，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日在国会面顶头一届講到奧運延期的可能性。こうした IOC の判断は、私が申し上げました完全な形での実施という方針に沿うものであり、仮にそれが困難な場合にはアスリートの皆さんのことを第一に考え、延期の判断も行わざるを得ないと考えています。这是安倍头一届提出东奧可能延期的言論，不過伊嘛強調講未取消停辦。加拿大是開全球第一槍，加拿大奧會拍奧會發表聲明，宣布講未派人來參加7月東京奧運，呼籲延後一年來舉辦。互日本壓力的還佫有澳洲，澳洲奧委會表示，東奧看起來就是無法度照常來舉辦，愛選手替明年2021年的比賽來做準備。台灣敢是會對咧做，體育署長是認為講，即馬這個階段無適合傷早做決定。就我们自己国内去评估整个日本的状况，什么时候会做最后的决定？那我们会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做评估哈，也不宜太早去要求选手或者整团哈，整个去太早就决定，因为对选手运动员来讲，我所接触的他们这个养兵千日，总是希望这个舞台哈不要轻易的去取消掉。疫情發生到今，敢是要辦比賽，甲袂辦比賽，對備戰選手來講，攏若像佇西山溫暖。國際奧會日表示，會佇咧4禮拜了後宣布，敢是要延期。台灣體育署嘛講，敢是要參加比賽，嘛會佇4月底左右來做決定。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因為武漢肺炎的疫情一直未收煞。台鐵伫今仔日透早也宣布講，到5月底以前，包火車去佚佗的旅遊行程全部被取消。另外，對3月24開始，台灣無要開放外國旅客來台灣轉機。佇歐美國家的中國人在今仔日攏總拼轉來，要過桃園機場轉機轉到中國。掛雖然成績是掛服務行穿防護衫。趕佇台灣轉機建臨進前，真濟自歐美要轉去中國的學生來台灣轉機轉去。一個學生講，即馬美國直飛中國的航班真少，介紹又閣去真濟。佇台灣中轉機票好買，介紹也較俗。即馬台灣將要甲轉機大門關起來，真濟中國的學生也閣佇咧想辦法轉去。大家都還在想辦法，要麼直飛，要麼可能還要再繼續找轉機的地方。他知道說明天開始台灣都可以轉機了。哦，我知道，所以特別比較幸運，我感覺。同機場第23預計第一航廈將會有1022人入境，第二航廈有2464人入境，出境是無到2000人。雖然出入嘅旅客甲以前未比嘅，也過非常時期，同機場公司全面備戰。目前7成以上嘅清潔人員攏佇咧做消毒工作，除了大範圍噴消毒劑，小區域也加強消毒嘅次數。出境的部分，我們一天至少會消毒5次。那針對廁所的部分，如果是出境的廁所，我們就是一天也是至少有5次。那入境的部分，因為現在有入境的旅客進來都是要檢疫，所以針對入境區域的廁所，我們是只要有旅客使用過，我們就直接就會做一次嘅消毒。自拜二開始，禁止來台灣轉機的措施啟動，航空公司將會拄到國家嚴格考驗。有國際航空的員工就講，4月無啥物航班，唔知要如何經落去。在全世界將要斷航的情形下，阿聯酋航空也提出定航的消息，
自3月25开始，所有客机全面停飞。严哥伫几点钟了，又搁再度宣布，受到真侪国家的政府加客户要求，希望会当继续提供航班，载一寡本国的民众登去因的国家，所以暂时甲140个航点缩减到13个，维持部分的客运航线。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在今仔日阁掠到2件假消息咯，有3个人伫面册顶头乱传停办停课的假消息，也甲这3个人掠去治罪啊。另外一个是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来希，伫网络乱讲车祸相片是因为买水暗才造成的，也互刑事局甲约谈嘛。为防堵武汉肺炎疫情，政府严格执行居家隔离等措施。毋过，有民众伫面册凊彩转发台湾实施病毒假2礼拜免上班上课，加第34例是桃园人，是超强传染源的疫情假信息，涉案3人拢无经过查证就转发，23被刑事局依法纠办。散布确诊案例34以及41等2人的行进路线，并指称呢其中1人是超强感染源。那经本大队呢通知该3人到案说明。高雄也有连锁 KTV 业者因为假信息受害，有网友伫面册发布 KTV 有员工确诊，和当地业者乐城顺势上罢班，业者真生气。这件事情呢，卫生局在这边要特别的澄清，好，那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这个行为呢，让我们的造成公司非常非常大的困扰。我们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采取法律的行动呢，以正视听。另外，还有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兰希伫面册抛出一件死亡车祸相片，讲是为排队买喙安才被车告死，遭刑事局约谈。23还佫开直播批评政府的喙安政策，并且甲立委王定宇来互呛。很多网友就贴那些因为排队买口罩，所以造成了一些不幸的事故，那我们就如实的照贴，结果可能因为这样。触动了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心中的那个痛。在昨天晚上9点40几分，亲自送达通知书给李先生，李先生也当场签收，还是再次表明说他不会到局。那除非有法院的通知。根据刑事局统计，这2个月以来，总共侦办300件假信息案件，已经移送179件，197人。刑事局呼吁民众确实收到无经过证实的疫情资讯，应该先查证是毋是事实，唔通凊彩散布，才袂犯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真高跳舞的艺人刘真，因为伊心脏主动脉瓣膜之间上过下，2月初7去台北荣总做手术，却因为手术过程当中做到一半发生心脏衰竭，致使伫昨暗44岁伊就来别世啊。用影片教网友照过简单动作，免去健身房，也维持好体态。伊是台湾有名的国标舞老师刘真，2月初7因为心脏主动脉瓣膜过硬，伫台北荣总动手术，想要到手术过程中心脏停气，伫第一时间紧急装叶克膜带入动静到护病房。2月底医治叶克膜单换心，毋过伫个礼拜1暗时过身，享年44岁，伊的先生心凉是真悲痛。在最后的这个阶段，那兴隆呢，他一直不愿意放手。柯市长柯批，亲自到现场再看过一次，也跟兴隆做了恳谈，真的是没有机会了。心脏内科医师表示，主动脉瓣膜是强行全身血流的方法，但是出现过的闭塞不全，就会产生胸坎啊、闷闷会痛、会喘，甚至昏倒。病情恶化时，甚至心脏衰竭。确实，若是先天性的患者细汉的时阵就被检查出来，后天的原因较复杂，毋过90%以上拢是因为心脏老化甲钙化引起。主要治疗方式是药物或者是外科手术。如果不做瓣膜置换的话，大概有50%活不过超过5年。那如果产生所谓的晕厥的现象的话，大概有50%的人活不过超过3年。医生也提醒，确实想要自主评估是毋是有主动脉瓣膜上过的可能性，应先看本身是毋是胸坎杂杂、会喘、胸昏倒，若爱就要马上看医生检查。记者综合报道。
日暗时，伫台中大道的金属加工厂发生火灾，造成3位越南劳工伫宿舍互活活烧死。导火原因阁爱详细调查。不过，导火宿舍是用铁柱搭伫工厂顶头，所造成的法律责任，劳工局也当咧追查。二楼的铁柱就伫咧建筑物顶悬，外口已经烧到乌糟糟。这就是3个已经过身的外籍移工住的所在。前一天的火警造成3个人死亡，劳工局嘛随去现场了解，确认移工的宿舍就伫咧这间工厂顶悬。它应该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厂住合一啦，在法规里面并没有限定这样是不合法或不行的。可是这问题会牵涉到它到底这一栋是不是合法的建筑物，还是违建？台中大道区文昌路这间金属研磨工厂，22暗时6点外发生火警，造成3个移工受困死亡。虽然导火的原因还搁在调查，警方初步了解，1楼是工厂甲业者住的所在，2楼是移工宿舍。迄当阵2楼导火，窗仔门因为装铁窗，消防人员真歹甲窗仔门弄互破救人，造成这个悲剧。进前桃园嘛发生移工宿舍导火，造成伤亡的案件。虽然劳工团体真侪届提出工厂较大的所在爱分开的诉求，不过一直无得到劳动部正面的回应。他本来是要去查项目，现在变有报备就可以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糟糕的推卸责任。他就是随便动一下，然后可以挡过那个时机之后，然后就停了。劳团表示，劳动部顶一日预告修正草案，敢若要求头家人爱家己报备，感受落实相关的规定，并无强制力。真侪中小型的工厂因为能力有限，嘛无法度随改善，加做安全的问题。这3个移工拢是合法申请的越南籍移工，来台湾的时间差不多1年到2年，劳工局嘛会甲因头家协调，协助家属处理后手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欧洲目前是中国以外确诊甲死亡人数上介济所在，其中意大利的感染人数特别超过6万人，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5400人。若准用感染比例来算，意大利恐惊是全世界上介严重的国家。一名古巴医生到意大利米兰了后，坐巴士准备去受武汉肺炎患者病院，协助意大利医生。Our government sent us here for bring our solidarity here. 当时，俄罗斯军方派出军用运输机，在治疗武汉肺炎有关的器材支援意大利。加上进前中国医疗资源已经有3个平常时，甲后备对着国家出钱出力，除了拢是为着武汉肺炎，因上大共同点就是拢非常关调进行活动，要争取伫西方媒体出现。意大利目前疫情上集中的地区是米兰所在伦巴第大区，敢若是当地因为武汉肺炎死亡人数都超过3400人，占意大利全国的63%以上。状况也真害西班牙虽然已经祭出封城措施，不过政府明显认为也阁无够。Anuncio de que el Gobierno aprobará, tal y como está previsto en la Constitución y tras escuchar a los expertos científicos, en los próximos días aprobaremos ampliar el estado de alarma en todo el territorio nacional por otros 15 días. 所以西班牙紧急状态上紧爱到4月11，不过这对世界3大南高显之一的多民国来讲，可能上班啊。伊伫西班牙时间22日个人的面册顶悬公告，家己已经确诊感染武汉肺炎。另外一个家己爱面对新型冠状病毒人，就是德国总理梅克尔。In diesem Sinne haben sich die Bundesregierung und die Bundesländer heute verständigt, die Leitlinien für das Verhalten und für die Bewegungsfreiheit und Mobilität, an die sich alle zu halten haben, noch einmal zu erweitern. 当然，梅克尔本人已发明参加超过2个人以上军事活动，因为伊前一阵仔接触过一名医师，后来被确诊感染武汉肺炎，所以梅克尔必须按照规定居家隔离，伫厝内地上班的方式主持公务。伫法国方面，除了已经有管制民众集会措施，也依照2015年以来制定的法律。疫情甲恐怖攻击共款，通过互法国进入紧急状态，政府除了资源，特别倒去的企业也应延迟原定今年6月地方选举。另外，北部的康比涅地区传出第一件疑似感染武汉肺炎了后过身的消息。法国卫生部原本无愿意公布患者的资料，不过医生查某囝伫面册打出违章，佮强调要表达对医疗人员的敬意，唯一的方式就是乖乖踮伫厝内底，唔通黑白走。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纽西兰的确诊人数到今也超过100例咯，也随发动48点钟后全境被封锁4礼拜。澳洲也是愈来愈严重，因为政府也宣布讲酒馆、餐厅拢要关起来。伫咧英国的部分，因为民众是关袂掉，一再四界拍走。另外，希腊也当咧严重，宣布讲要封境。不过有专家认为讲封锁地区无一定有效，而且疫苗上紧阁要1年的时间。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宣布全国疫情升到警戒等级3 48点钟了后升到第4级，将关掉非必要的场所，全面停工停课。Supermarkets, doctors, pharmacies, service stations, access to essential banking services will be available throughout New Zealand at every alert level. Non-essential businesses in New Zealand must now close. We are all now preparing as a nation to go into self-isolation. 澳洲宣布停止非必要服务设施，像酒吧、餐厅、健身房、电影院等，较会群聚的场所，22、23两天，确诊人数分别冲上100例。There are some who believe liberal democracies and free societies cannot cope with these sorts of challenges. We will prove them wrong here in Australia. 全球第4大邮轮公司地中海邮轮旗下的华雷夫，23驶向澳洲博斯，规船1700名的乘客团出，伫过去14天内，通报298人技术出现上呼吸道镜头，目前还未证实确诊新冠病毒。虽然会当停靠港口，验过人员未当落船。西澳大利当局也已经准备病院空间，做好准备接收病人。英国新增确诊665例，48死。首相强生表示，将采取先保护较脆弱族群的措施。防疫期间，有民众爱往外口走，这会当再次提醒。People to be able to go to the parks and open spaces and to enjoy themselves. It's crucial for health, for ment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But please follow the advice and don't think that fresh air in itself automatically provides some immunity. 希腊确诊近100例，也是当地新增上侪，并且有人死亡。官方宣布封境限制行动，除了上下班买物件、买药甲看病，外出需要查许可证明，若无病人罚款150欧元，相当代表4900块。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表示，疫苗上紧也阁爱1年，建议各国应该有更加周全的公卫规范，单靠封闭社区也是国境，无法度打败病毒。一旦解禁，疫情恐怕会更加危险。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官方因对外表示，讲因的武汉肺炎疫情是愈来愈稳定。因第2日也宣布讲，武汉市内检查点要全部取消，当来做事的人只要用健康码、返工证明加磅体温，就当出入社区。也互留伫欧北的台湾人，搁再向台湾政府发声。中国自从发生疫情了后，重灾区的武汉就随宣布封城，23封城满2个月。对官方一直讲武汉新增加确诊人数是0，看起来解除封城的日子就特别高啊。为企业提供点对点的员工点对点的交通服务。第二个呢，对于有需求的企业，我们安排专车把员工从居住地接到了我们开发区。第3个呢，我们也集中了一批集体宿舍。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集中的住宿。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日发通知，武汉市内检查点全部取消，等下像封城半解除，相关的登记做工课人员干那凭健康码，还佫有返工证明，体温也是正常，第当出入社区，卖豆豆恢复市内公共交通。1月23日至今，武汉关闭离汉通道已经满2个月，经过艰苦努力，湖北和武汉已经连续5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根据中国卫健委2日的疫风指出，过一天新增加死亡8例，9例拢是拄欧巴来的，啊，毋过新增加确诊39例，全部拢是境外移入，所以甲防疫的重点放伫咧防范境外移入，要求旅客出入境拢爱写健康申报，外国游客若是申报不实，就禁止入境。中国国家发改委是坦白讲，全球的疫情是继续伫拖，对世界还佫有中国的经济影响是加派预算。在乡村旅游这个领域，我们支持互联网的平台企业能够整合农村的民宿、旅游、会展等各类的资源，来提供创业机会。对武汉豆豆解除封城，真侪方调伫咧欧北台湾人，这个政府敢若甲因主文管制名单，其他海外转来轻症疑似个案，采检一届地使登去厝隔离，要求讲爱公平。
我们还是遵照这个指挥官所做出了的管理措施，就是用包机的形式回到台湾来，然后才能够集中检疫。当时会当启动第三波包机，农委会无确定的时间表，不过强调讲，照防疫第一、救济优先，尽量去做的三大原则，继续甲中国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韩国疫情，因伫22到23，敢若增加64例，这是2月以来增加人数上届加一摆。伫咧日本，因顶礼拜针对38个国家的民众，若准入境就要接受因的限制管控14天。另外，伫印度也当咧施行14点钟的宵禁。日本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到23日起累计1102人，其中41人过身。当局加强监管防疫，顶礼拜已经要求来自中韩、欧洲等全球38国的旅客，包括日本公民在内，入境了后爱伫指定地点隔离提名14天。即马决定这项管制措施，也将扩及感染人数升到全球第3个美国。日本政府3月起要求民众管理人济所在，也毋过顶礼拜六3连休假期，未少人也是前往东京上野公园欣赏烟花，只是爱挂好喙安，保持安全的距离。另外，检察官超期经机场无顾到官方的可能，如期伫设来举行解毒机客运竞赛，也佮吸引6500名的民众入场观战。南韩疫情是开始累落来，连续12天新增确诊人数超过也是接近100人，2日新增64例，佫是为2月29单日确诊909人高峰了后的上佳纪录。死亡病例新增7人，达到111人，也毋过也有257名病人治疗了后康复出院。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写批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俄罗金正恩保护北韩人民远离疫情的拍拼，表示愿意联手合作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2日发表声明，肯定川普的做法，表示委员长感受到亲笔批传达的温暖，也强调虽然两位领袖有疏高，也毋过两国对立局面无改变，再次呼吁美国互因公平保障，才会考虑两国重新对话。这是金宇正第2摆针对朝美关系发表正式谈话，也显示伊伫北韩政权地位的提升。南亚印度2日伫总理莫迪要求实施长14点钟的自愿性宵禁措施，道路、铁路、市场、公共场合拢关起来，为将来可能的防疫措施有做评估准备。जो कोई चाहेगा जी यही चाहेगा किसी की बीमारी लगे किसी को कुछ न हो गवर्नमेंट जो चाहेगी तो हमारे लिए चाहेगी अच्छा ही चाहेगी। 印度病例快速增加，累计将近400人，也毋过主管部就无法度大规模全面体检。官方认为减少人际接触是目前会当做的上好管控。首都新德里23起封城到月底，全国至少有23个省市甲中央直辖市82县市封城。印度铁路部也宣布取消所有铁路客运甲地铁服务，一直到30日。当局也在考虑暂停所有国内航班。印尼确诊人数突破500，全国几个所在传出医护人员欠丰富物资，形成严重的威胁。印尼医学理事会推文哀悼6名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过身的医师。雅加达邮报也报道1名护士着病身亡，医护对消息无透明，连全诊病人敢是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都无清楚，也表示愤怒。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的影响，和国内卖食的业者变价真凄惨。根据着经济部统计局的公布，4月餐饮业的营收是584亿，甲顶个月来比是落尾3成。有业者表示讲，若是甲去年比是落尾到7成，加加会当够当3-5个月尔。是我们的基本菜，好，60%都是一样的。拍拼推销家己店的菜单，要来求过路的人客。下晡空班的时间，头家无休困，因为若是会当加求一个人客之外，地当替家己的餐厅加一寡营收。最近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拜六、礼拜日拢无人客来，生意不离啊歹。从1月份开始到整，业绩真歹，干乃会当用无薪假来降低餐厅的支出。2月底基本上，其实在整个疫情爆发，最少是掉了50%。那3月到目前截至为止，已经掉了70%。如果政府没有办法去协助中小企业去稳定，3到5个月，应该就已经是差不多了。
国内整体餐饮业的营收表现不好，根据经济部统计，餐馆的业者2月份营收490亿，衰退17.8%；饮料店的业者2月份营收71亿，衰退6.8%。外汇甲团体共餐的承包业者营收23亿，衰退幅度上大，要27个百分点。国内整体餐饮业2月份营收584亿，甲去年同期比起来衰退17%。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冲击。学校延后开学，还有大量的航班停飞，影响了这个空厨，使得团膳及空厨的这个营收大幅滑落。疫情直头增加，企业各界形容需要政府提供救命先单式的经济救援。不过有立委认为讲，政府编600亿的纾困振兴预算，敢若补助一个产业佫无够。纾困比要振兴券重要而且要及时。纾困优先，银行唔通甲咱遮的工商业界搓银根，会当来展联。这个抵用券大概投入的时间，大概什么时候会比较适合？投入的时间，这个阮会配合咱 CDC， 就是这个指挥中心家，感觉讲即卖疫情有较和缓的时。经济部长施明定强调，讲爱先救较要紧的，第二先以纾困为优先。不过，各产业面对衰退的命运，唔那餐饮业、就连批发业，甲去年同期比起来衰退1.4%。经济部强调，讲年初去机车买的人较侪，若无小卖业衰退幅度佫较大。不离个电子购物、邮购业，甲去年同期比起来，营收成长1成以上，主要是因为实体通路受到疫情影响，颠倒受惠。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伫日前宣布讲，要投入100亿救员工。交通部长林佳龙伫下晡也甲饭店业者、旅行业工会做伙开会讨论收集业者的意见。另外，交通部在今日也宣布讲，700亿的交通设备、交通建设会提早开工。台湾观光协会会长叶菊兰甲旅行业者到交通部交换意见，进行观众频道重创国内观光。交通部长林佳龙甲观光业者面对面交换意见，针对总统府承诺100亿救观光，这笔钱要安怎用才会当救急？有业者表示，若是扩大办理培训，恐吓是袂赴。观光产业、饭店业就是等于重症的确诊重症的病患。那一定要把这些确诊重症的病患先止血，先医疗好，要避免经济的社区感染。业者希望救命钱应直接发予业者甲员工，避免观光业出现大量财源自遣。林佳龙也承诺，补助金额会予业者至少先当过3个月。另外，针对纾困信贷部分也增加，交通部收集业者意见，最近会公布完整的纾困2.0方案。这当然就是直接发那个现金的部分是利益良善的，听看看大家意见怎么样，因为认知上跟这个审核上面的这个问题，看要怎么来配合这样。交通部也宣布，因为疫情影响经济，已经检查各道公路、铁道、航海、航空等计划中的工程，全面加速办理。按算有60个案件提早发包，预算规模超过700亿，要互经济活起来。记者综合报道。而大陆本地要第3月举行基本工作小组会议，但是要撑到6月才来召开，对疫情的细面会较清楚。不过，工商团体也呼吁讲，明年的基本工资应该是卖去折掉。国外旅客无来，饭店陆续传出爱员工减班休困。行政院主计总处23公布，2月失业率3.7%，比1月上升0.06个百分点，也未反映出疫情对就业的冲击。不过，在明年基本工资方面，劳动部先将3月份的工作小组会议延期到第2季，也就是6月份才要举行。可能延到1季之后再来讨论要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到时候才会按照当时它整个发展的经济情形跟相关的资料来做研判。今年基本工资1个月是23,800，时薪是158块，连续4年调起。原则上每年第1季会先举行工作小组会议，属于前置作业，第3季才是正式基本工资审议。以这2年来讲，审议会参考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劳动生产力、家庭收支调查统计这数据，来决定今年是不是要起。因为疫情有咧变化，劳动部认为前置作业爱延后较妥当。工商协进会是呼吁基本工资唔通过起。现在影响最明显、最重的就是旅馆跟交通业。如果评估不正确的话，那么企业歇业或者是停业，都是造成企业的损失。
工商团体也讲，外销订单甲去年1月同期比，降12.8%，出口降7.57%。拢反映疫情初期产业都受到影响。劳动部是回应到时阵会阁参考上新的经济指数，即马就咧讲要起基本工资，要阁先过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环保署的基层员工确诊去治着武汉肺炎，环保团体也呼吁讲，环保署应该停办大型会议2礼拜，避免武汉肺炎一再摊开。而且因也烦恼讲，安尼来做，敢会限缩着民众参与着宽屏会议空间。环保署也表示讲，会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建议，伫咧会议的座位当中会隔一个位来坐，而且会议袂停开。近日，环保署除了基本的量体温加酒精消毒，来开会人员也加所内人员分流，在特定的地区就以参加宽屏会议。环保署也早就公布新规定。因应武汉肺炎疫情，环保署针对环评旁听的规定变严格了，必须事先报名，否则不准旁听。另外呢，如果要来现场发言，得到旁边的会议室先看直播，然后顺序到了才能到隔壁去发言。环保署出现首例确诊，也予环保团体紧急联署呼吁暂停宽屏等大型会议2礼拜。过去只要拄到重大案件，宽屏会议室总是客满了委员、开发单位、民众等各方人马，所以环团建议停开会议，降低疫情扩散风险，也避免民众因为疫情限制民众参与。那环保署现在用把民众隔离旁听一个会，其实对参与权已经是限制了。那把民众集中到小间的会议室看直播旁听，其实在防疫上也不是很好的做法。不过，环保署表示会遵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集会指引办理，无限缩参与的问题。登记范围还是不影响他的权益。那环评很多会议，你还可以书面意见都可以提供，那书面意见提供结果也会在委员会进行讨论。环保署表示，宽屏会议真济，停开会影响开发案申请的人，所以会加强防疫，决定减少开会人数。开发单位限制人的人数里，有会人会让一个座位，并且要求挂喙安，室内会保持良好的通风。记者综合报道。伫咧5月16、17，特别进行各种的教育会考咯。所以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教育部也长咧规划，若准是在家检疫或者是在家隔离的学生，会阁有另外一场考试互因参加，而且题目的深度甲水准会甲第一场同款。日要定伫当时就阁爱讨论。高中教育会考会伫5月16到17登场，敢若剩高半月时间，疫情线也搁在炭烧。教育部等相关单位决定要研议2遍考试的方案。第一个一定是在5月16号、17号，他没有办法，因为检疫的关系无法参加的这群考生，大陆考场跟我们台湾的补考的时间，它会是一样的。无论是正式卷或者是就是这个补考卷的这个处理的部分，都会用一样的规格来处理。基本上因为事务上的一个安排，所以原则上的会按照它的一个时程的部分来做一些的处理。今年会考大约有20.9万人报名，负责出题台师大审测中心指出，原定日期的第一遍考试照常举行，第二遍考试干那因为疫情防期甲隔离检疫无法度参加第一遍考试的学生参加，具体就路的时间甲细节还阁无定案。你第二次考的人会不会因为多2个礼拜的时间做准备，他比较有优势？考生自己主观上觉得好像考得比较难。所以会产生有一些不公平的争议。如果在没有一个人数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然后那要不要考虑对于明星高中增额录取？这可能是要教育部要思考的。事务的部分一定会遵照 CDC 这边的防疫的规格在处理。教育团体认为讲，相关单位对考试的公平性、甲线后免试入学的精雅录取等可能性的状况，爱做好万全的应用。若是会考，敢有可能用煤火做，还是互学生挂喙罨？家长敢要陪考，这寡拢搁在讨论当中。原则上会照疫情指挥中心的建议执行，阁无最后的结论。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店仔变甲无生理，花莲的农产品也销无路。伊也希望花莲县政府会当甲农民斗相共。另外，伫嘉义县因有做一个网络平台，互民众一回就会当甲嘉义县的农产品全部买互照啊。要我中昼的时间，花莲文昌村的文件站灶卡内底无用煮食甲料理。花莲的餐厅因为疫情休困无营业，互原本适合餐厅的菜卖出去。吉安乡公所为着要协助农民，逐工买这的菜提供予当地14间文件站的时代来食，帮助农民维持生活。
疫情的关系，餐厅的游客都没有来，所以我的地瓜叶也是受到影响。不只是我的地瓜叶，还有其他产品，还有其他的小农跟我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们因为第一个行销网络部分他们是不懂的，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比较大宗的餐厅使用的叶菜类都没有在使用了。疫情除了让民众较少出门以外，嘛改变目前消费的形态。嘉义县政府为着要因应这波民众减少出门的趋势，嘛整合嘉义县18个乡镇市农会，按算要透过这波网络买物件的习惯，替农民增加买物件的管道。因为疫情期间现在宅经济正夯，那其实很多是很忠实的这个农会的消费者。那为了解决大家呢可以快速的一致呢采购到不同乡镇的这个农会的产品呢，所以嘉义县农会呢就扮演起一个平台。根据卫福部的资料，目前嘉义县市甲华东地区也无出现较真的病例。不过疫情的时间愈久愈长，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嘛愈来愈快。地方政府除了加强防疫措施以外，嘛尽力咧照顾产业的平衡，希望会当降低对地方产业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咱较卖出国内。伫南投三林溪生态园区，目前遐的牡丹花是开甲真大蕊，咱也做伙来看。红的、白的，也有一蕊开甲大蕊、粉红惨白谱的牡丹花。即阵当是南投县三林溪森林生态园区牡丹花季，来看花的人拢讲来遮心情加寡尔轻松咧，因为唔免挂嘴暗，阁会使吸收新鲜的空气。这边空气超好的，嘿呀，对呀，很漂亮。来这边也不用戴口罩。春天的花很漂亮啊，所以想过来看看花，对，这样心情会很美丽哦。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观光局已经禁止国内旅行业出团。即阵国内真侪山区，真做是民众行大的好所在。在这三林溪这个地方，因为非常的空旷啊，再来呢，芬多精、负离子，又阳光啊，也非常的充足。现在呢，除了我们很漂亮的粉红春兰林之外呢，还有我们大量的牡丹花呢，迎接国人来这边是可以持续到4月底。三林溪森林生态园区表示，4月底牡丹花的花期若过，接落来就是5月份的绣球花花季。虽然即阵当是防疫的危急期，不过民众若是有时间去外口行踏、晒日头、看花，甲心情放较轻松咧，也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咧去年初通过病人自主管理法，是台湾头一个用病人的角度所规划的医疗法规。这个法案施行1年外，已经有1万多人签署。咱也做伙来看这个法案的推动者究竟有甚么款的心愿。民国108年1月7日开始实施病人自主管理法，是台湾头一部以病人为主的医疗法规，嘛是全亚洲头一部完整保障病人自主管理的专法。因为这个法律本身，伊就决定讲，这个所谓这个医疗照护咨询会议吼，伊是变做是法律程序啦。有经过这个程序了后，你签落来这个医疗决定书，伊才有法律的。法律规定，一定要先做预立医疗咨询，才会当做预立医疗决定。咨询的时，一定要有一个二等亲的亲人，买当认定医疗委任代理人。整个咨询甲签决定书的过程，拢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陪同解说。其实头久啊的咨询吼，非常的清楚啦。因为足侪毋是敢若讲哦，我著无爱插讲尔吼，无爱插讲即件代志，敢若有点仔简单啦。其实伫外期的时阵有足侪状况的，透过安尼点外钟的咨询吼，收获真侪。医立医疗咨询爱纳咨询费，有人反映费用伤贵，但是黄胜坚有无共的看法。真侪媒体问我讲，你讲3500会伤贵袂？我讲足俗的，安怎讲？3500对你家己来讲，你将来你会当行得顺顺啊，对无？3500块，你有尊严，袂受苦。伊毋是干那你那尔呢？你3500
你这个签落了后，后摆恁太太袂受苦啊。面对大家对变书法的顾虑甲问题，黄信坚耐心解说，好民众会当重新思考生命。其实来做异立医疗咨询的民众，无一定拢会签异立医疗决定，毋过伫咨询过程一定会有正面的定量，这嘛是做异立医疗咨询上珍贵的所在。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5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